先替永杰跟大家报平安，他人一切安好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永杰你为什么要自己送过去？你就叫个货车啊，叫谁啊帮你送过去就好了。抗疫女神加油间全台跑透透，捐送医疗物资、防疫便当挺医护。她8日在脸书写下最恍神的一天。原来啊，她前往西园医院送物资时，开车上路20分钟后才发现后车厢没关。接着前往星光医院的途中，又变成迷路大婶。之后准备从停车场开车离开时，结果一不小心，砰！弯腰撞到后面的车子。张杰跟对方赶紧下车查看，好家在人车都没事。对方是名大姐，还不断关心他的车有无损伤，让他就甘心。Oh no， 这个是允寿司。哇塞，是米其林星，可以给我们家2个吗？没有啦。哎呦，美味しいです。Doctor speak Japanese。Doctor， 快点呐！供几碟啦？霓虹鸡，你花了我很多钱呢。快点呐！你到底花钱花到哪里？都不讲哦，拜托开始，预备备，开始。好无聊哎呀！在3级警戒下，江杰的日常就是带着女儿齐心齐力捐送物资到各地，真的是辛苦你们啦！Now News 今日新闻呢也致电询问贾永杰是不是最近累坏了才意外撞车，他表示没有累，是自己不小心没注意后方车辆。而问起周末是否继续运送物资，他则说暂时没有规划。原定7月5号要施打第2剂疫苗的他，目前改期至7月13号施打喽。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她是一位女战神，就是我们全台湾 COVID-19 的第1女战神，对不对？我们欢迎赵主任。谢谢。暂时不敢当啊，因为我们目前收治的是全国最多重症病人。对。那但是其实不可能，这个病的重症的治疗不是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所以是我们全部的团队，就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团队，就全部的人。还有现在还有在楼上一大堆人都在努力治疗，所以我是代表他们出来接受大家的支持。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张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台机器它到底为什么是救命神器？就是好像真的很多医院都在呼喊这一台机器。对。因为我们氧气的支持有很多种，那这一种算是目前就是非侵入性的氧气支持应该讲最高阶也是最高流量的。那它因为它是最近应该是最近10年才出来的机器，然后它支持的氧气流量比我们一般的氧气流量会高很多，所以其实对一般接近要呼吸衰竭然后要插管的病人是非常好用。那只是说我们还是有蛮多病人是没有办法呼吸。没问题。紧急吗？紧急，好不急吗？我们一般呼吸衰竭的病人可以先由这个非侵入性的进入到侵入性的。那因为非侵入性还有另外一种，但是它很容易造成飞沫的传染，所以那一种我们现在那一种非侵入性的面罩型的我们现在暂时都不用了。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这样的高流量的氧气引管，那它其实戴的也比较舒服，不会说怎么照着脸上会非常难过这样。是，所以其实对一般的病人来讲，这是一个比较能够承受的高流量氧气支持。但如果没有办法，最后还是需要插管。那插管对医疗人员来讲是一个，尤其在 COVID-19 其实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处置。是，那所以其实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机器，对病人来讲是一个福音呐。是，好，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危险性也可以稍稍降低一些这样。对，大概目前是这样。那就是我想真的要跟你们说，谢谢你们，辛苦了，加油！谢谢，感谢，爱你们哦，拼命好，谢谢。好，做好了，这是及时雨，都是。我有公司。这种奇怪的流程。因为我就不是你们体系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正规的流程是什么，我就没有按照正规走。不会。
过来。是